先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呢，我們非常難得哈，來到奧地利啊，很夠難得的是去到一個台灣以外的國家，替一來拜訪的，竟然都是我們的地頭蛇，也是我們台灣駐奧地利的代表劉顯勇代表，歡迎代表。你好，客家天氣不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因為代表係講海陸，我講海陸。好啊，頭都有講到就哇，我相信非常多嘅客家鄉親，第一講啊，我哋呢奧地利代表竟然係行業，係假如東方裔哦。錯，當榮幸總統任命我來家為做代表，我感覺是聲音最光榮的事情。哦，我相信咩係代表嘛？唔是想過，竟然會行到一條路。冇，從來冇想過。我是感覺，你聲音在政府部門做事情哈，有啲機會，很好嘅機會為這個父母，特別係你講啊。特人概念來命令來管，概念來管人，都冇簡單。所以我想，我這家常常啊，應該感謝我出嚟，我這家要打拼要努力，可能希望我祖先要保庇，祖先要保庇你肢體啊，有兩樣很難得的機會。我們非常難得，竟然去到一個國家可以來到代表處。歡迎。哎呀，係都係好多其實睇劉洋以前哈，特別咩一個非常熱情的人，和我哋其實已經相處了有2點當中哦，都係非常嘅熱情，對我哋介紹過多同奧地利有關、維也納有關，還有同特別處外交事務有關的事情。不過我哋嘅節目哈，都係會用一道特別嘅小物。好了，認識你嘅故事，咁我哋都事不宜遲哈，像我哋咧處理本我哋第一項，對於代表來講，非常重要嘅小物，不小哦，非常大哦，都係一個重號，以前我哋玩些路講伸縮喇叭，錯，伸縮喇叭。我相信嗰度客家鄉親應該對於代表唔會上分，因為嗰是。有彈音樂、古典樂，應該都會很知道哦。我們以前那個國台交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團長都係我們的代表，有個太太，而且這個很有歷史。那等下我請代表來同我們講一下，都係這個是你陪伴你很久的樂器。錯，這是我看家飯碗啊。那特別學呢樂器的時間。我爸爸媽媽是感覺，你用不學了樂器呢？你學了樂器用不因為台北圖書學了樂器呢？你學了樂器，而家進步介入啊！哈，該日線上叫做送葬樂隊，你是做得而家會學啦！哈，你學了樂器，做馬戲特別好。唔係，佢個想法是講該是表示講呢種嘅樂器對你傳統嘅大家觀念啲咪都是講，呢個樂器老音樂家要當台嘅嗰啲嘅距離。然後我哋一般上嘅音樂家冇共用，冇共用。咁侬會偷長號嘅呢？我想我喺台北市政圖書嚟講，我是要個線上去改動自己係。台灣省交響樂團的團長，佢其實講，人喺度啦，誰來學音樂啊？誰來講？你都在特色應該學呢種樂器，係咪畢業呢？你是做啲分發去交響樂團上班，你交響樂團上班，你這陣嘅正係正經嘅音樂家，模擬所以小學教書，小學教書呢，佢講你都在誰來個性質係唔好嚇，加上乜嘅標橋啦、線點啦、中好、融好、冇做記錄啦，一天輪到你都在大部分學搬到金山啊，冇是米蘭啊，有三星鄉嘅當中下嘅所在，佢就開玩笑人喺度講，叫你學呢種樂器。你就在嚟交響樂團上班，所以該係時間我強班嚟同學大家是先樂器，乜嘅樂器
最冷門，乜個樂器最有可能有機會，所以我是問線上就來講我各種啊，其實我要參加樂隊，各種啊樂隊我就噴長號。哦，各種都有噴長號。其實我講叫當好長號當強音，冇乜個音吹，應該當有機會。我是轉移讓我爸爸媽媽講，我要學長號，係咪來上交響樂團上班？所以日本安樣說，我是可以去學長號。還變呀，其實我是考到省的交響樂團，還是當順利是落去交響樂團工作。哦，故作一開始其實就係加下時裝的欣賞。為了你們的出路着想，錯。你一開始咩事係感覺講，我下禮拜有一個問題咧，投入聽聽。錯。冇想到最尾做到安尼吼，安尼待那麼久，還做到團長安尼。錯，我從來冇想過我做團長，因為在國內音樂界，當時所有的領導領導階層全部係外省人，全部都是外省人。乜係上海音專畢業嘅，冇是福建音專畢業嘅，冇是北京畢業嘅，來台灣1949年的全部撤退來台灣，所以該下所有台後師大冇是四專嘅線上音樂線上，當到全部係外省人來，全部係上。我冇想到一層咧，係，全部啱啱啲啦。所以你台灣人嚟做交響樂團嘅團長，當然因為前面嘅團長全部係當到係外省人，記得全部是做19年，做當久。哇！你表示講，除了講像頭都講時代冇咁樣嘅嗬，佢說冇以前冇本人看到，不會被拔走嘅人才，後來有機會嘅。錯。唔過也有特別的能力嗬，也個底下眼咧係有幾多好講嘅樣，眼咧來看天氣方，代表對於重要嘅一個物品係乜嘅？哦，一個錄屏嘅一邊嗬。一個玉佩。錯，玉佩。哦，其實我不應該太驚訝，因為這個本來係代表標準呢，就是掛喺唔嘅時候啊，一個來歷係乜嘅？我啲係來歷係愛做交響樂團團長嘅時節，當到演奏會咪當武漢，交響樂團貴州組織當台白蘭沙，當武漢，又在愛兼課台中科技大學，中台科技大學一個副校長，佢特別看到佢當校。談音樂會，佢看到我武漢就呢啦，嗬，佢就送我一袋兩袋肉，佢就講你武漢政府部門啦，嗬，我看你很單薄，叫我送你一袋兩玉佩，做得希望你兩玉佩做得帶給你。平安，讓你所有事情平平安安。佢就送來兩袋玉佩，佢用冇可能兩袋玉佩哦，佢用兩袋玉佩就差不多2000年咧嚇，係那漢朝時代，你留過漢朝時代玉佩。哦，這個不用人，哎呦，哇，那麼珍貴的。所以我是帶兩袋玉佩，我是果然我感到帶一袋玉啊嚇。你乜嘅咪唔啲但係要當到後邊就就是說我是感覺大家玉佩乜嘅事情就當順利，我是感覺當好。哦，故說你都係明眼安尼，對啊，而且他其實就會開啟一個話題，從你講都會問講，也幾希望嘅。在奧地利面常常都到當到新嘅朋友啊，嚇，佢可能帶兩袋玉佩，佢就問，兩玉佩你代表乜嘅意思啊？嚇，我感覺做外交工作啊，嚇，即係經常人講話嚇，都當面在講話，因為老人講話，因為親密嘅話題來講話嚇，所以當到東西，你可能想到當到題目老人講話，唔過上了到，你看到佢即刻會主動
講出來就門啊，啲係乜嘅東西？你實在咧留意講，啲乜嘅東西，希望佢為我即個帶來當多嘅福氣啊，嚇，帶來平安啊，嚇，幾多都是為啲。喺雙雙去談到啲訂約誒，這2000年咧，大家冇做咗很久很約咧，嚇。那講是我6年漢朝時代嘅強陽嘅年份嚟，所以我感覺我非常羨慕啲副校長，佢好有經驗嘅人。你唔係你做藝術嘅人，你唔係大概慣了系統裡面工作的人，可能大概頭擺慣了系統裡面工作的人，佢可能有當多哲學、生活哲學哈，兩百年趨吉避凶哈，佢都真好啲。你戇唔啲？嗰次咩喎？頭都其實代表有小可有講到嘅嚇，如係一般嘅官僚系統出來嘅外交官，因為咧做事嘅方式同唔係官僚系統出來，嚇，言講言文方言出來，今年嘅做法可能會是把目標用嘅咧，調一下，唔使下查嘅咧，等下個技術來打這個。好。藝術嘅境界就是常常你把感覺找到了，可能明天又跑掉了，要重新再找到了，它可能就40%固定了，再找到了再固定了哈，一直要像以前隨時拿一曲樂器，就80%-90%所有感覺都在。這個是對我來講，我自己的經驗，我感覺你係最難來實現。接來做客萬言來了，今日來材料誒，還係講應該係硬嘅來材料，係台灣駐 OTV 代表劉顯勇先生伊個代表處，好硬嚟頭都有講到講，代表兩位先菜長好，裡面演奏國台交嘅團長，後來人生有無強樣嘅轉彎，後來做硬嚟台灣駐 OTV 嘅代表，硬嚟見也看到。有非常貼合的，當然都係一個親相人哈，一個係有一啲頭頭寫音樂係人類共同嘅語言，一個係酒嘛，一般都係酒。Whisky 這個特別之處喺哪？我這個叫係 Whisky 哈，我老朋友，我有個朋友本來佢來做酒，佢就做米酒，我就老佢講，我講米酒CP 值太低了，佢是講去做高粱酒，高粱酒我就來講高粱酒呢，金門高粱酒當然啦品牌，你就聽冇法度讓佢，我講你應該做 whisky， 台灣只有噶瑪蘭做 whisky， 好，我講應該做 whisky， 我是老佢講用乜嘢做 whisky， 用金門我用乜嘢做，我就來講，我全部老佢講用乜嘢做程序，我就過程我就全部來講，還是繼續可以去做了叫發酵用乜嘢全部做了咧，該蒸餾出來後，那這個我進橡木桶進木桶 whisky 啊進木桶，按照也賣木桶但是還蠻進木桶的日以前呢，還是有各種方法，讓佢看到用乜最主要顏色冇強樣，該本來那酒味冇色，但是你看你色了那琥珀色、凍漿啊琥珀色，該是。經過人家橡木桶，還經過人家你叫雪莉桶，就是講泡過櫻桃酒的雪莉桶，所以該其實釋放出來顏色是好冇強樣，所以它就到海外桶的法國賣，和雪莉桶就以西班牙賣，所以我就來講冇強的地方，還其實去，你慢慢緊去，差不多到了凍成熟咧，佢哋開始咧2年，佢就酒牌咧，財政部宣強的酒牌，佢正式做 whisky 賣，還佢來種法改為種法社口改為，就這個
該將水凍好，在中部7萬多所在是發現講該則將嘅水做出來就最好啉，所以其實大家少去買嘅嘢嚟廠房，開始大家為大家焗酒，所以呢今年差唔多做到焗1萬公升，差唔多50桶，1桶200公升，所以今年從呢個呢就焗50桶那樣。哦，咁侬按了解 whisky 嘅喏。該行係是想講，我讀有沈教授啊，沈教授我是講我送乜嘅禮物俾我嘅親朋好友裡頭哈，所有好朋友咧，我是想我係送我即家做嘅酒哈，該在國內貴庭之你私人仍然做得做100公升嘅合法嘛啊，該是做嚟唔係賣啊，做嚟送人來，還是經實驗。咁講做到未做得，係喺性高興，我是想送朋友乜嘅東西好，都好，我是想送一罐酒，還當到係用愛相片，係你啉了有問題啊，你做到一親愛。你可是係好品酒，古時候去研究用嚟自家做 whisky 啊。錯。哦，你係咧讀到喜歡的事情，就會埋頭去研究一個做法。錯。該做嗰種研究好食聽聽啊。做 whisky 呢一種酒啊，哈，動入荷爾蒙，讓天然是些，讓熱天然是些，跟個酵母菌啊，哈，活動力冇強人，所以你全部會做記錄，哈，我是感覺我動冇慳，交響樂團時間動多，心情動很煩，我轉到屋下。可以去摸酒的事情，那是可以讓自己完全放鬆，完全做得唔記得該的事情。所以我感覺，到尾就想這個韓白退休以後，這個你買酒，這個做，這個是來找這個種。韓白學界咧，韓白是這個該做得有雞蛋，這個改善。我有一個夢想要自給自足誒，那個退休生活，連酒都會自家叫啊。錯。原來我喺奧地利看到也喺台灣自家叫嘅酒呢，都係特別用拿來送。奧地利東西。我是200來啊，哈，我是帶8箱來。俺送到有機會，我是送本奧地利啊，所有嘅朋友哈，政府啊個感染裡頭哈，冇是結婚啊染裡頭感覺當生工，記得他當講愛酒做到當好我想按樣沒有在當好嘅話題做得講會做得講酒，像安尼講到時間很短，但是老外經驗講。其實當好奇，開始做講半點鐘，慢慢做哈。當然啊，過程裡邊讀為當入歷史嘅事情，譬如講，你酒做好咧，到底你做嘅酒好啊唔好，因為千冇強人嘅酒來比嘛，哈。所以原來人嘅朋友是拿出來乜嘅我一個進口嘅酒，20年以上嘅 whisky 來做比較，結果我就在感覺講，你比較所有20年以上到35年嘅酒啊，哈，肯定喺這個做酒好啉。你感覺嘅出，對應這個中醫嘅事情，就會發揮太心力去做。雖然頭都講，這是你其實太繁忙的事物以外，你自己放鬆嘅方式，可是你的放鬆非常的專業。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很有趣的事情。從點都會感覺神奇，動神奇，願意去發心力，去如係迷入去啦，就會悶着頭去做啊。我當時時節，在台灣，菸酒是公賣制度，所以。但是你小時候，媽媽常常會做乜嘅？叫佢做梨酒，李子買那當做酸酸的李子，他就把一層李子一層糖，一層李子一層糖，它發酵變李子酒。那他會做桑葚酒，
桑葚啊也一樣，說說什麼對骨頭很好，老人家就會做哈。然後老人家也會做橄欖酒，買橄欖哈。然後當然拱煙狗街，特別是過年的時候，一定有紅糟。我以前沒有冰箱，所以紅糟它其實也是酒釀的一種，所有的肉沒有吃完，其實不用的紅糟第二度，所以我們有紅糟雞或紅糟鴨或紅糟豬肉啊，它就會有一點酒味，比較不容易壞掉啊。所以以前很早期的比較封閉的時代，對於酒精這個政府部門是管得比較嚴格，後來。你看到有一陣子米酒，將來我爸爸媽媽喝的米酒，佢不習慣買公賣局，全部民間米酒釀的米酒，一定就定個20公升或30公升，其實感覺看米酒好香、好純、好安全啊，佢就感覺但是咧，西屯冇窮啦，是政府全部馬改全部當開放嘞，所以咧西屯冇窮，馬改事情是好有可能。係啊，因為你嘅交朋友嘅方式就會幫你影響過程。但係我唔是講啊，人頭都一開始你看到嘅一個特別講一個你的飯碗，嘅場合啊，唔來到 OTV 嘅當然。唔嘅熒光會非常重要嘅外交嘅方式，當然你今日看到一個係我很真實的海報 man， 這個是縮小版嘛？縮小版真實海報在安陽園，那個馬上9月19號，那在維也納最後嘅燃酒湯，按到維也納愛樂廳，那是安雄，那就策劃了一場音樂會，叫做當東方遇到西方，對西方還是擺脫，就在以前來頭擺嘅同學師兄弟，大家頭擺大家讀書嘅時節啦，全部同學就變愛學習，然後變愛讓愛差唔多嘅，你還記得他全部在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或者維也納交響樂團全部擔任首席長號的工作，莫是在維也納音樂台做教授，所以咧係維也納目前世界一流高手，全部9月19號讓他共下陪我一起辦一場當東方遇到西方的演奏會。下半場呢，那就要將新族人啊八音團隊咧演奏，所以上半場係西方嘅音樂，下半場係一個漢音嘅八音團，北部啦6家八音團嚟咧演奏。哇，應該冇拍啲代表可以攀音樂會同係自家上台演奏嘅嗬，大概很少有大使可以安尼。應該提一屆啦。係啊。咁唔過唔平常時按無限，以前做團做玫瑰無限，咁更加愛自家來演奏，我緊張。當緊張，緊張加緊嘅咧。沒有，因為後來都做到，其實都係高級主管，因為都冇像其他人公司。突然當日做得繼續演奏，練習，所以禮拜結天一家演奏，那就開始從新年開始開始準備，開始恢復頭擺這個演奏樂器啊，所有的感覺全部係傾轉來，開始最難的事情，上下為好，上下唔好，上下為好，上下唔好，所以用白嘅藝術嘅境界，就是常常你把感覺找到了，可能明天又跑掉了，要重新再找到了，它可能就40%固定了，再找到了，再固定了哈，一直要像以前隨時拿起樂器，就80%、90%所有感覺都在。這個是對我來講，我自己的經驗，那感覺都係最難的事情，所以藝術的領域，所以有時候前幾天我打電話讓我兒子討論，我講兒子。我碰到困難的，頭擺應該告佢，你倒回來問佢，應該感覺我個舌頭的韻舌不夠快，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所以我兒子就告訴我，
他就告訴我，可能哪裡有問題，那你試試看是不是這個。哦，按成績呢？係咪同期咪都推表嘅來嘢，未係吹長好。錯。阿提得過告訴。係錯。邊那個人家爸爸來諮詢兒子。錯。我個知咩喎？移民推表呢，我來到 OTV 做推表，有一個很大的淵源，都係推表都有睇維也納圖書。拿到一個音樂學院的文憑。嗰種一個好嘅過程，我相信對藝術家來講有非常多可以分享嘅。然後等下呢，過來請教推表。好，先沙哈茶。好，維也納用萬年來會變成世界啊音樂都市，世界引領世界的古典音樂重心。睇白所有嘅作曲家全部。歐洲嘅作曲家全部德國嘛、挪威全部追尾來維也納發展，係做得在維也納登台，非常緊緊登上世界舞台，所以原因是在這裡。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常民生活所在，就是綠地很多，公園很多，所以他們隨時拿一個墊子鋪起來就可以曬太陽，這就是他們的生活。很多所謂的奧地利湖區，它都比每一個湖都比日月潭要大，然後它湖漂亮的地方是在於。湖邊的山啊，很高很高，然後你可以看到山上還有積雪，然後它融雪下來，所以它的水永遠都是很豐滿的。然後可是那個水很冰，湖也很深。他們的自來水全部都是你自來水打開來就可以喝了，因為都是阿爾卑斯山的雪水融化的，所以維也納的自來水是非常有名的，很甘甜的，很好喝的。維也納常常是人家列為調查裡面最宜居的城市，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所以維也納是一個非常漂亮、非常好的地方。這一次來這裡工作，我覺得心境上當然不一樣。以前在這邊是當學生現在來這裡是來為國家工作。那為國家工作，特別又是外交工作，是所有政府部門工作裡面站在第一線的工作，第一線的直接要跟每個不同的國家建立兩國之間的關係，所以從音樂家跳到外交工作，確實是完全不一樣的領域。所以這一次來工作，我覺得我學習能力蠻強的所以雖然完全不同領域的工作，可是到現在為止已經8、9個月了，我覺得還蠻順利的。當然要感謝我們奧地利代表處所有同仁的幫忙在外交領域裡面，我可以除了我自己的想象之外，透過他的幫忙，如何建立兩國之間的所有的可能性，都是我工作的目標。當然，我們還是要拓展我們的人脈關係，可是這些都是在外交工作裡面最辛苦的。就是說，你工作了很多，忙了很久，可是他不見得會馬上給你成果。特別是人際關係的人脈的建立，可能需要長時間，可能不是我任內就會看到很好的結果。我也要播種，讓以後繼任的人可以開花結果。這就是外交工作，你要一直做，一直做。你沒有努力做，絕對不會有 lucky 發生。你努力做不一定會有，但是你不努力做是一定沒有。頭講人哋看到嘅一個樣兄弟輩如看到推表單人去望一下多瑙河畔還有湖嗰講嘅
維也納要競賽。頭都有講到，因為退步路係一多年前係維也納圖書。民國86年到76年到80年。哦，75年到80年，32年。哇，32年。哦，咁而家下圖書係順利的嗎？我想我應該當運氣當好，但是我就做當多嘅準備，所以我應該是來的，但是我還蠻來以前我退班我就準備差不多3年，我來了會讀書，3年啊，3年啊，準備德文、準備語文，準備音樂理論嚟東西，全部補習落去補到好，我感覺落來讀書。提前嘢我感覺當困難，因為在退班的基礎唔好，所以對了後我感覺從頭開始，從頭開始就開始當到基礎的所有的想法把重新建立起來，所以提前嘢到提前嘢我是感覺講冇乜嘅希望，感覺講當到困難冇乜嘅，做唔得克服，我是想當低潮。但是提3年以後，提1年的暑假，跟伊來病了時，我就參加一個夏令營，一個長浩大師的夏令營。我參加嗰個夏令營10月以後，我突然間感覺開竅了，我就啲乜嘅方法，因為來自世界各地啊，跟伊來。長號學生窮啊參加，我就見看見到啥到底用扮演讓者，就得問題問佢。奧地利係按照教師徒制，師傅帶徒弟帶學生啊哈。師傅呢，三個師傅唔會讓伊講，師傅知道伊講，伊目標在了未咧。過程呢，你一家係親，因為你一家親代長係你一家。這個自己的過程，你要自己去走那個路，他就告訴你，你有問題來問我。所以，當你這個過程走到那某一個點的時候，他就知道，你的程度到哪裡了。然後這個程度，他如果一直告訴你，你沒有辦法領悟，你沒辦法。所以，這個師徒制就師父一直帶着你，他只告訴你目標在哪裡，他示範給你聽。了到任何東西冇法度講寫在書檔，老人講了任何了用慢音演奏，用慢音演奏，其實去一張一團任何教你，開始了只師傅傳本學生啊，學生做個傳本給學生啊，像你客家人最重要係你講最重要係語言，因為講客家話嘛，語言是代表你客家文化，做啲用慢音做個傳下去，開始當重要。從音樂裡面強調，教授就咁講，所以維也納用慢音呢會變成世界音樂都市，引領世界的古典音樂中心。頭排所有嘅作曲家全部。歐洲嘅作曲家全部德國嘛、老外全部追尾而來維也納發展，係做得在維也納登台，非常緊緊登上世界舞台，所以原因是在這裡。一開始唔是喺上海文廳投入去學嘅，後來唔感覺一直鑽研，變得講非常專業。錯，對唔清太影響係嘛嘅？我做這一件事情，雖然他自己是長號，但是我想我要把他所有長號技術全部弄清楚，就這麼簡單。就是我作為一個演奏家，我要把所有長號的技巧，所有長號的領域的，它雖然對一般老百姓來說是非常遙遠的事情，可在音樂裡面，它就是樂器的一部分。在音樂的樂器裡面，它也不是很流行的樂器。可是盡管如此，在這個領域的專門學院，在西方裡面，至少在維也納音樂學院，它是跟所有鋼琴是完全一樣的。你要被的訓練的過程當中，你要畢業的時候，你的程度是跟其他是一樣，不是那麼簡單。它是有很多的學問，很多的東西，所以它最後我感覺其實
借由它是一個媒介，借由這個長號，我進入古典音樂的世界，我如何去探索音樂的風格？透過樂器開始點，嘛個按到巴洛克，嘛個按到古典樂派，嘛個按到浪漫樂派，嘛個東西，不某強的作曲家，某強的樂家，佢所做出來的曲子，叫做某強的色彩。所以，咧最尾佢變成佢成一個平台的改變，那就透過咧個平台去進入真正的音樂的世界。一般人辦細路安尼吼，幾多家長係有能力攞本身人來學樂器，啊，假使無吹跳無興趣，甲你選的，俺都會安尼。以前俺人都會感覺講，學一對樂器係學技術，聽，你會學到一號一號安尼。啊，係咪做得安尼講？你係特別唔感覺一開始俺們係要學技巧、技術，如果最後其實係音樂。那個就是你用樂器這個平台去，它就是一個媒介，就是讓我進入真正的西方的古典世界，它是怎麼演奏，它只是我一個媒介，一個方法。嗰種係聽嚟好，發現音樂喜歡古典音樂，就變得好像長號不是重點了。對，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長號扮演的角色，可是因為長號要扮演的角色，我必須要了解這一首曲子的全部的原貌是怎麼樣。然後我只是裡面某一段，可是當我出來的時候，只要音樂是交響曲，只要長號出來，就是音樂最重要的地方。只要長號一出現，就表示這個音樂的曲子的最高潮、最澎湃，這個曲子最震撼人的地方，大致上都是這樣。所以你坐在那邊等待那個音樂，可能30分鐘、40分鐘，你前面要等待。所以有時候我們開玩笑，拉弦樂的人很辛苦，從頭到尾音要拉那麼多；吹長號的人很輕鬆，只吹幾個音哈。可是吹長號的人也一直在等待，等那個音樂的高潮。那個音樂高潮，你可能休息2個月，這樣休息3個月。等到音樂高潮的時候，只要那個點到，你不能在台上說：“我先熱身一下。”不可以，你時間到了，你就要那個點，你第一個音就要出來，你的時間點要完全準確，拍子什麼在那個點就要出來，然後那個點就要把那個曲子帶到音樂的最高潮。通常我在數拍子，我在等待音樂，有時候我可能數一數，我會魂不知道跑去哪裡，就不知道跑去哪裡，你要回來。可是因為你伸縮喇叭很大聲啊，你不確定你就會放大炮啊，就聲音就突然間那整個音樂會就失敗了，因為你的疏失啊，所以就雖然我吹的音沒有小提琴那麼多，可是事實上我的精神的聚精，所謂專制度就是在那裡。當指揮棒一揮下去，我全部要全神貫注在那裡。音樂到哪裡，我要非常清楚，什麼時候我擔任什麼角色，時間到了我就應該出來。所以通常音樂快到我們要出來的時候啊，所有人都會有音樂的張力跟音樂的期待。所以有時候等你要出來的時候，那整個音樂是非常或者很燦爛啊，或整個色彩不一樣，或者觀眾也在期待，我要聽到這一段音樂。比如說我聽華格納的女武神，我聽馬勒的第1號交響曲，或者我聽貝多芬的第9號交響曲。前面等要合唱團出來的時候，全部在吶喊的時候，所有人前面的都在準備的那一剎那要出來。這個就是古典音樂迷人的地方，也是古典音樂最難的地方。樂團非常好聽呢。等下到最尾嘅樂團呢，特別我同阿強下來試放過貼喺啲東西。我哋等下都睇下乜嘅嘢。你做的這個站冇問題，所以我搭擺去，而家會轉來就要得看跌下來聽下下，看新鮮的經驗轉去，他們是好愛是摘來到要機密的，然後還是感覺禮拜看到經驗來看到夏天就讓它就當親切。
接來做客歡迎來了，今年呢同大家估計係我哋台灣駐奧地利代表劉顯雲代表啊，也睇我哋看到嘅，我哋特別吼來賓如果準備對於有特別意義嘅料理，大部分我哋都係台灣菜系嘅，今年而且好像很少出現水果，譬如有出現水果，今日嘅。我都愛講咧係我蜜梨啊那些樣嘅，而家台灣應該也冇很多就進口，台灣進口，也係可以吃叫什麼？做得了，你吃了。好，佢邊有咩可以吃啊？有甜嗎？而家台灣很多嘛嘅，嗱嗰種我看到很多西梅梨。好，咁有個德文用嚟講。Schweighecke 叫做 Schweighecke。好，咁那我討厭嘅呢，這個對你的匹配的意義係嗎？以前我從學生的時候，到這個暑假，有時候我們要出去散步，以維也納森林，要注意這樣的地方，維也納森林。錯到一隻地方，按到 Heiligenstadt 啊，就會坐電車，然後玩巴士哈，巴士坐到某一站了，哈，就會下車，可以直接用航海走路爬山。該條路按到貝多芬小徑，我頭擺貝多芬寫第6號交響曲嘅時節，聽第6號交響曲，佢樣開始彈到咧，佢讀大概咧19期咧地方，大概養病，佢當年嘅時候，大家上下行路喺上檔去。揭山來用，但所以佢哋條路按到貝多芬小徑，咁貝多芬小徑順頭呢是當到有呢種西洋西面的雪梨，還有櫻桃嚇，你做得自己站冇問題，所以我特別去而家會轉來就要得看跌下來停來下看新鮮的人樣轉去，他們是好愛是摘嚟到西面的，然後。我是感覺，了解看到經驗來看到夏天就這樣，我就當親切。頭擺窮學生認為雜咗，以前我用釀嘅，用釀嘛，點解可以買嘅？係這樣用賣。頭擺釀咗呢，上下記得地擺都會就沖啊，那就倒落去燒掉就做得嚟哈。所以頭擺個貝多芬小徑是當到兩種嘅水果。咁以前睇讀書嘅時間，佢都有講到嘛，都係。一定冇咁簡單，就係除了學業上的而經濟，生活方因為我哋要擺來到維也納，物價蠻高，錯，物價下面就已經。頭擺好便宜，頭擺按照先年5歐元，但是這先年差唔多2塊半台幣，2塊多台幣，1比2點幾，所以該下差唔多日間嘢啦，哈，差唔多。8000先令到1萬先令，差不多2萬多塊錢了哈。我老我太太2個人生活費是夠，連房租倆都，當然了，這個賣出轉來煮，我在我不是是好貴，但是呢，我特別賣出來，禮拜6早晨頭差不多11點就賣出來，按11點個 supermarket 就全部關門咧。按11點就賣出去，買唔睇來出全部會打折，可能打5折，可能像我喜歡吃誒豆芽哈，豆芽呢，佢可能本來賣5塊先令，冇是10塊先令，差不多20塊台幣，按到禮拜6中午嗰些，佢可能是賣起來1塊錢，或者2塊錢，當便宜哈。按賣轉了很當簡單，就先把它全部先煮熟，就放在冰箱裡面分頓吃這樣啊。所以它肉類有沒可能基本會打折當便宜，所以禮拜6早晨11點，就是我要去買賣出來的時間，然後每次就買1個禮拜的。要吃的菜就全部買回來。頭東人哋冇6個時節，特別係講到，因為唔係算蠻出格的外交人員，咁難免會談到一條閒言閒語嘛。咁唔知個會特別有壓力，係唔用嚟去處理安那嘅事情。我感覺我在文化界做台詞，
該是表示講政府對某強人的領域的人才，佢全部來請人才啊！我代表文化界來這裡，該是表示講政府對文化界沒當重視，文化界嘛，該人才做嘛該投入。我嘅文化界、音樂界、其實該人來做了大事的工作，所以當然，你感覺當講讓更加程度愛本來機會哈，天爺還是做好好的讓更加政本更加政府地講，你文化界人雖然唔係外交幹幹訓練上來啊，佢如未做到讓外交官強人嘅想法，可能當到方法係記得咱外交官冇想過啊，冇想唔到嘅方法，所以我即家是感覺我代表文化界來了做了投入，所以我是聽了工作做好。一方面唔係本來你文化界下面子，一方面我咪提起界代表文化界。當然，你客家人最重要，我代表我阿公阿婆，我了解我屋企家族當重要，結果幫我機會，我咪代表我家族感謝國，結果幫我呢個機會。好多其實冇6個時間，代表咪同人哋分享過多，撒哈拉人非常多想要做嘅事情吼，有幾多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當到時間就得做嘅哈，所以但是最重要嘅文化交流係佢其中嘅一項。最重要，你結果到奧地利，了則結果兩班人做的關係做個好好，建立結果之間互相當相信，互相有乜嘅事情，冇是講你高科技產業做得來了未落去強下做出來做得很好，像因為到美國強了，美國嘅設計當厲害。你產業當厲害，設計跟產業如何結合起來？我覺得奧地利的設計也很好，但是它沒有後端的產業，我們有後端的產業。你只要什麼東西，我都全部可以做得出來。嗰種其實可能也唔單槍文化吼，你有幾多各方各面都係有可能增加人哋嘅交流，還個合作嘅。都可以做。今日非常感謝代表同人哋分享安多嘅故事，非常精彩。當榮幸做啲上了節目，希望你都在做完然來了唄。我哋嘅榮幸，加咩希望代表撒哈拉路非常順心。好，希望。繼續先。好，做得。乾杯怎麼講德文？Prost。Prost。Prost。